你知唔知道濕疹皮膚就好似一個膠袋穿咗窿啊？皮膚其實係人體最大嘅器官，正常嘅皮膚咧其實就有一個完整嘅膠袋可以鎖水，但係濕疹嘅皮膚咧其實就好似穿咗窿嘅膠袋啊，咁水分咧會流失啦，同埋就係致敏原會容易入侵。由於皮膚嘅屏障蛋白受損，我哋嘅自我修復能力都會下降，所以濕疹一般紅啊、痕，甚至乎乾燥嘅情況咧，亦都會反反覆覆咁樣爆發。酵素清理嘅層面就好似清走袋裏邊嘅垃圾，角質過厚係會影響皮膚吸收，幫皮膚打開吸收嘅管道，後續嘅精華先可以發揮真正嘅作用。細胞修復儀係將你嘅快速通道開返，將維修員送到你嘅細胞底層。首先佢會抑壓你嘅基質金屬蛋白酵素，因為佢會分解咗皮膚嘅結締組織。最緊要係佢可以提升返你嘅熱休克蛋白同埋透明質酸。熱休克蛋白可以協助你修復受損細胞，提升治癒能力，改善炎症，改善濕疹症狀。有臨床研究指出 HA 有幫助傷口愈合同埋皮膚組織重建，為皮膚補水，提升彈性同埋修復能力。當精華滲入皮膚底層，就好似用膠布補返個窿，皮膚唔會再流水。皮膚屏障逐步修復，真正鎖住水分，痕癢自然消退。所以改善濕疹唔單止淨係潤膚㗎，最緊要係修復底層嘅細胞同埋補返個窿。想知啱唔啱你做，快啲留言補窿，我會話你知。